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做伙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，咱做伙来读圣经这个单元。我是代班主持梁sen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最近常常想起一个流传几落档的网络故事，故事内底讲到一个查囡仔，伊伫一个足寒的冬天，因为甲爸母冤家，所以伊就急起离家出走。当伊寒甲挡袂掉的时阵，看到附近面搭穿着白白的烧气，这个时阵伊感觉过愈枵啊。但是伊无早钱，嘛歹势挖进面搭。面搭的头家看伫咧眼内，等甲人客散去了后，伊就甲查囡仔叫到挖进面搭的所在，叫伊坐落来。意思是要顾全伊的面子，互伊小可会当吓着烧气。头家卖了10几担的面，当然嘛看会出来查囡仔心思，伊随煮了一碗面放到伊的面头前。查囡仔轻轻细倒食了后，就大喙细喙足香讲来开始食，因为伊实在是伤枵伤寒。但是才过一时啊，这个查囡仔却开始哭呢。哎呀，原来是互这个老板的好心来感动。伊就对老板讲着讲，头家你甲我也无熟识，但是却对我这么好，但是我的爸母却无愿意了解我的想法。头家就借着这个机会甲解释讲，我只不过是煮了一碗面互你食，你就安尼这感动。你的爸母生活实在是无容易，但是伊阁辛辛苦苦甲你请养到这大汉，惊你枵，惊你寒，这我哪会当比啊？查囡仔想到这，伊就吼甲愈大声，因为伊知影伊对不起上爱伊的爸母了。这个故事当然是喜剧来收场，但是想看卖，咱的现实的生活当中，咱是不是像这个不知影感恩的查囡仔呢？讲到这个故事，梁sen就想起圣经中的大话，伊真正足会晓得感谢天顶这位真神。即马咱就做伙来读伊做的诗。诗篇103篇第1节到13节。第一节，大话诗：我的心啊，你着学了耶和华，既然伫我内面的，也着学了伊的圣名。第二节，我的心啊，你着学了耶和华，毋通袂记你伊一切恩惠。第三节，伊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第四节，伊救赎你的生命脱离死亡，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冠冕。第五节，伊用好面互你所愿的得到知足，直到你恢复少年，亲像鹰鸟。第六节，耶和华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冤屈的人伸冤。第七节，伊予摩西知影伊的道路，予以色列人知影伊的作为。第八节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无紧紧发生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。第九节，伊无长长责备，也无永远藏生气。第十节，伊无有照咱的罪过款待咱，也无有照咱的罪恶报应咱。11节，天离地偌尔悬，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尔大。12节，当离西有偌远，伊予咱的过犯离咱也有偌远。13节，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，耶和华也这样怜悯敬畏伊的人。
圣经中记载大卫王的一生，并不是拢足顺利的，颠倒是拄到了几落摆性命的危险，拄到了真济苦难。但是伊却会当对心内发出感谢，阿罗神。那安尼，咱咧顺时的时阵，咱欢喜快乐；拄到不如意、患难、破病时，咱就会想讲，他会安尼咧，哪会拄到这款代志？甚至开始埋怨。想想咧，良善敢若就是这款人呢？哎呀，真正是足见笑。良善就坐落来，好好啊想，愈想神的恩典真正是愈来愈多呢。即马就甲大家来简单分享。伫咧进前，会记得和大家分享过，我出世的时是无足月就来出世。神看顾帮助我，互我会当平安健康的大汉。伫咧学生时代，初次出外读册，主要所陪伴我，带领我适应青训的环境。伫咧考试的时阵，甲我同在，嘛甲我的查囝同在，互阮有平静安稳的心来作答，考试都袂抵到失常。还会记得我高中毕业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我考掉当地第一志愿的高中，但是因为对家己无自信，所以就放弃读高中。伫迄个时代，有高中毕业了后读的一档的补习班，目的就是要定考高中还是读五专。良善即阵就选择去补习班，打算要考五专。迄一档功课压力是上大的时阵，但却嘛是神予我恩典上济一档。会记得有一摆感冒，我咳嗽甲足厉害，感觉规个肺部拢切甲足无爽快，身躯一震动，换一个姿势，拢感觉足痛。一个人伫咧宿舍，嘛毋知应该要安怎。这个时阵，就想着讲我敢若有向主耶稣来祈祷这个办法啦。祈祷了后，困一醒，竟然都完全拢袂痛，嘛无咳嗽。感谢主，伊真正是全能的医生，伊就安尼医好了我的病。更较好的代志，就是在这一档，我参加当地教会的灵恩布道会，得到了宝贵的圣灵。这是我一直打拼求，却一直求袂到上宝贵的物件，就是圣灵。因为圣灵会当帮助我明白圣经，伫我毋知影要安怎向神祈祷、安怎求的时阵，伊代替我向神祈求，并且会当加添我力量，帮助我。更较重要的，这是咱未来会当进天国的凭据。也就是讲，得到圣灵才会当进天国。所以主耶稣真正是足爱良善，因为伊知影这一当我更较需要帮助，所以赐了圣灵给我。一当补习班的生活足紧就过去啊。伫这一当内，虽然袂当算是无认真，但是嘛逐工去教会聚会。每一摆考试的成绩并嘛毋是足理想。甚至老师拢甲我讲，叫我莫去教会。但感谢主，考试放榜，我考掉了上想要读的专科学校。连补习班的老师拢感觉足意外，认为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事实上嘛是安尼，但因为主耶稣帮助我，互我伫考试的时会当将所有的实力拢发挥出来。当毕业出来工作几年以后，需要补修大学学分，迄个时阵嘛拄啊好流产，就想讲嘛无照顾囡仔的需要，所以临时决定参加考试。这个时阵敢若剩短短2礼拜的准备时间，
但感谢主，神帮助我，竟然嘛吊车尾考掉了。搁过了几冬，因为需要继续进修读研究所，因为安尼薪水会较济，但是因为需要做工课，照顾家庭，所以其实无真济时间通读册，准备考试。我选择研究所的目标，只是为着袂影响星期六、安休日的聚会甲工课。研究所的考试本来就无范围，虽然有当咧读博士班的同事，伊帮我伫参考用册顶舀出重要的内容，但其实嘛无时间充分来准备，认真来读册，所以我家己嘛无把握。但感谢主，主耶稣帮助了我，竟然其中一条课题就是我前一天所读到的内容。其中另外的课题嘛伫咧参考用册舀出来以外的内容，但是我感觉有需要，我感觉重要，所以拄好有读到的资料。这真正是足奇妙的，互我感觉到讲考试干那足容易。其实暂时安尼咧，后来我才伫咧甲我做伙参加新主管训练的人内底，知影讲原来伊已经预修学分，但是却无考掉，所以想想咧，这真正是主耶稣的帮助。哇！良神发现神的恩典是愈算愈济，就算讲搁讲一点钟嘛讲袂煞。所以今仔日就先分享到这咯。接落来，咱要向这个赏赐恩典的天父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圣名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愿感谢俄罗你无煞，感谢你这50几冬来一直赐了恩典给我。自从我出世到即马，一直看顾我，帮助我，予我一世人顺利。我所想要爱的，只要是合乎你旨意的，你无有无赐予我的。主啊，你医治我的疾病，带领我一生的路途，予我所愿的会当得到知足。你的恩惠是这么大，就亲像作诗的人所讲：天离地偌尔悬。伊的慈爱向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尔大，所以我要学习大话，逐天学了你，无忘记你一切恩惠，抱着感恩的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，定定数算你的恩典，学了你奇妙的作为。主啊，我嘛恳求主你帮助看顾所有的听众朋友，感动因的心来寻求你。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甲恩典，伫这个人生的旅途中，会当引带我行伫咧正确的道路顶，伫咧孤单无助的时阵，会当陪伴我渡过难关；伫咧悲伤痛苦的时阵，会当安慰我，互阮重新找到生命中的亮光。最后，求你赐了恩惠，互迄个既然找求你的人，阮愿将一切尊贵、荣耀、学乐，拢归到你的圣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到这要结束咯。若是你对今仔日的节目内容有感动，想要分享，也是有疑问，拢会当伫留言的所在留落你想要讲的话，来甲阮来分享，也是提问。嘛会当将节目分享给亲朋好友，更较欢迎到徛街附近的真耶稣教会，甲阮做伙来查考真理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欢迎咱后一回空中再相会。